買，真係我未見過產品咧咁多人好評嘅。呢一個咧係超級嘅臭水沖涼。咁呢個臭水沖涼係咩特別咧？首先咧佢咧有200萬個納米嘅呢個咧酵素波。咁呢個酵素波咧一擺落身咧，譬如你等1分鐘啊或者2分鐘咧，照沖涼啦咁樣。咁沖完一陣之後咧，佢會將你成身嘅死皮啊，你1000年幾10年嘅死皮咧，一次過係清除80幾個%。好啦，一清咗死皮之後咧，你成身嘅微生物咧係重整過。咁即係話咩咧？係成身嘅臭味或者汗味，或者你知我年紀大啦，荷爾蒙啦，啲老人味，淨係擺落背脊啊，嗰陣味啊係即刻冇晒。而最離譜咧就係透過呢個酵素咧，可以令到你嘅成個皮膚係重生。點樣重生咧？你只需要擺一陣嘅咋。我真係未見過一個沖涼可以咁勁，你睇下，好似打水光針咁。佢入邊咧再連埋個 water pump， 10種嘅透明質酸，沖完涼之後，你成身好似打一個咧係咧，成身係打一個水分咁，全部啲腳紋、乾紋全部冇晒，身痕冇晒，真係 body lotion 都唔使搽。而最恐怖咧就係咧過多1分鐘之後，一白一黑。嗱，呢條片係直出嘅，真係唔整啦！大家瘋狂留言臭水沖涼，哇！真係啲老人家真係知唔知幾開心？我哋咧上咗年紀嗰啲40年嗰啲死皮係俾佢一次過清晒，哇！應該咧係20年嚟咧。